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12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地企业晋阳实业，平常时都定定从事公益活动。第二青的2006地档也投入数十万的善款，帮助学校重建，以及增加消防局救灾器材。而这次又搁捐出一台救护车，由市长代表接收，也表扬该公司长期以来的善行。常常参与善心公益的俊阳实业董事长蔡明宪，下午伫咧市长的见证之下，捐出救护车一台，希望会当让市民更加完善的紧急救护品质。伊也表示，自细汉父母就教，有能力就爱帮助别人，所以伊才会遮尔积极投入公益的活动。阮爸爸妈妈常讲啦吼，教阮爱做代志爱行善积德，所以讲。有这个机会，今日我有这个机会，互我来回馈社会。我会记10月当前第一届捐清水器材，梁副局长就话讲，你做代志，你做啊侪代志，你为什么？你会当尽一寡能力来对消防局来做？由迄届开始，我就把这一句话刻伫心肝内。介主要是，我高兄跟我讲一句话，我希望企业会做，希望阮囝以后阮孙会当继续会当回馈社会。政府，互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包括8台机车，消防机车，了后阁有这个消防设备、潜水设备，这边阁加有救护车。所以你会知影讲，因兄弟年纪虽然讲无讲大但是事业有成，但是情愿你奉献社会，一摆搁一摆安尼就对。这个所捐的救护车，俊阳实业董事长蔡明宪相当大心，就连车内的救护装备、器材也拢全部买齐啊，希望会当赶紧上线服务，帮助加侪发生紧急状况的病患。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台南空军基地的餐厅伫月初才完成改装，不过伫电视设备的部分有余不足。对此，议员林美燕特别替军方向民间寻求协助，得到赛主会帮忙，并且伫上午进行液晶电视的观景仪式。伫议员林美燕的牵线之下，引领赛主会以及第6专区第11分区上午来到空军443连队，进行50寸液晶电视的观景活动，同时也特别致敬加菜金来为国军补充体力。43连队长期扮演着保护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责任。那这段时间，43连队43连队期幕里也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在这次就是监证过程中，永美狮子会特别监证6台55寸的电视，因为43连队在连队长带领之下，43整个大餐厅做一个就是改变，做一个就是能够有一个温馨的环境给弟兄来吃饭用餐，所以他们在需要12台，他们自筹6台，所以这个6台也由我们永美狮子会还有一些善心人士，大家共同集资来募资的，所以在这边。也希望未来弟兄在用餐过程中能够了解我们的时事，了解我们如何来保护国家。月初才改装完成的大餐厅，因为欠缺12台电视，在军方家己筹备经费的状况之下，有余不足。如今借着议员甲赛主会的帮忙，总算予另外6台电视一摆到位。未来国军将会透过电视，伫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及时投入救灾行列。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因为检察院甲审计处纠正，市府有价将9个体育处场馆委外经营，其中培育出未少国家级选手的桌球馆也将委外。对此，议员陈怡丁甲立委陈廷辉也出面为选手请命，凡到场馆委外以后，选手要何去何从，要求市府爱承担责任。
台市倒球馆为此当前，伫立委陈廷辉努力争取，成为中央认定基层训练站，并培育出未少国家级选手。但现在听讲市府有意将全部场馆对外招标，引发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大声呼吁。认为后续选手正该训练到底何去何从，要求市府负起责任。馆这边那被中央认定为桌球7成训练站已经有大概7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台南市体育处呢决定把这个桌球馆重新委外招标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今天要问我们的体育处那未来这个桌球训练站要何去何从我们的训练不要中断。也就是有国中小的一个基层训练站，在各个学校的基层训练站以外，我们需要有一个中阶的。那这个中阶过去就是在桌球馆，那现在委外之后，我相信我们就希望这个责任我们市政府要自己承担起来。否则如果没有进阶的训练，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成绩没有办法拿到。对此，市府体育处表示，因为受到监察院甲新计处纠正，必须委外招标。而招标规定也将选手培训计划纳入计分标准。实际上，我们在经营的契约里面，我们有一个评选的项目。那我们把一个营运管理其中就是对台南市各级桌球运动选手的培训计划里面，在这5项里面是一个25分，是一个非常高。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其他单项委员会，也有一些议员在关心。那我们有跟他讲，是说，事实上，我们桌球委员会或者林老师这边，我们也会非常欢迎林老师，或者说我们年轻一代新的选手，愿意继续为台南市的选手来培训的话，都加入我们这个计划，来跟我们来投标。那我们会看他整个的经营计划，我们并不是以说今天好比说外面一个财团，他假设是说我给你台南市1年50万的权利金。我来经营，但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他的经营计划书，未来你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的选手，并不是说你高额的权利金，我们就市政府就以高额的权利金来支付给你，我们要看他的选手计划。为了培训倒球选手，目前中央每一天各编列200万，并且各国教练驻点指导，并提供选手到其他国家做异地训练。体育署表示，该项补助并未停止，但地方基层训练一定要持续。若是基层无选手，未来哪会有国家级选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一届全国清水组书商会回乡盛典，8家市府推动的优质庙宇文化政策，在盛典期间无料景、无顶头，就用国乐、歌戏团等表演来敬拜清水祖师。安南区清水宫主神祭祀清水二祖师，这届首次的全国清水祖师商会回乡盛典。甲全国以及中国厦门等60多间庙宇共同参加，并且配合市府推动的优质庙会政策，依着回乡无世景，用虔诚的心来参与，仪式简单隆重。岁初表示您10月初2至初5期间，要办一个全国清水祖师大回乡，台湾这次的回乡会当带来咱这个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感谢咱这有功，这热烈来甲咱参与，这次欢迎咱这个信众大德，这活动期间，会当来参拜咱这清水祖师。咱除了咱这个邀请到咱台南，咱清音社、天主明星等，甲咱这个秀琴歌戏，甲咱这个国乐团，来排场演出。来共赞着这次的这个盛会，伫咱这个1月7日正日咱举办着咱这个全国清水祖师的这个祭典的团拜，邀请着咱中央这政府官员，以及咱地方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甲咱全国64间在县市全部的这个清水祖师奉祀的这个庙宇，咱的这个祭典代表。一同来参与到咱这个团体祭拜的这个形式。另外，伫这届盛典，清水宫特别邀请有8档历史的港旗、港行宫、天主门生来到清水祖师面前演唱太平歌。民众伫1月1号也到1月2号这2天，
会当来到青竹宫聆听古乐，感受无同款的庙宇文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各地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各地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联合展出好好吃台湾饮食文化特点，包括史前时代一直到现代台湾的饮食文化，展览内容丰富多元，相当适合全家伙仔到店来参观。俗话讲，民以食为天。为一句话，就当了解食物这项物件，伫咱的生活内面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但是民众是毋是了解台湾饮食文化的发展呢？各地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各地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展出好好吃台湾饮食文化特点，展出市场、灶骹、药房、办桌，甚至是槟榔摊这类台湾特有的饮食文化。拢将伊列入展览当中，内容非常的趣味。台湾历史博物馆，我们从今天开始展出来好好吃台湾饮食文化特展。在当代吃，我们吃了几千年，但是我们对于吃的文化，我们有更多的好奇，特别在今天食安。食品安全、食物安全，跟我们要吃得更好、更有品质的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吃得更有文化。那我们办了跟台中科博馆合作策办这个好好吃台湾饮食文化特展。除了台中的我们让大家来看到台中所策的展以外，我们台湾历史博物馆我们也运用了台湾许多民俗画、许多的传统的台湾的文化历史的资料跟文物来做这样的一个特展。特展的内容相当丰富多元，现场有用石头做成的食物模型，佮会当扮演成办桌请客、歌手佮亲友同乐。展览兼具内涵佮趣味，官方表示欢迎市民做伙来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知名百货公司伫岁末的时阵，特别举办国际名称展售会，推出限量优惠，有真侪材质甲机能的名称会当选择。另外，阁有多功能的手工碰椅，提供民众做选择。来自德国的名称品牌，伫岁末年终的时阵，特别伫台南知名百货公司办理花卉展售会，带来真侪限量的优惠商品。参像这组天然乳胶可拆式床垫，会当分开的设计，互民众随时变化做运用，非常方便。我们这个床垫呢，主要就是它是做分离式的。那这个内材的话，我们这个是以乳胶跟独立筒的那个结构去组合成的。那设计点的话，主要是说它分离的话，就可以方便，就是说它是一床两用，啊，它有一个单层的薄垫跟正常的床垫。那独立筒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独立筒是属于互不干扰的啊。那它的优点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天然啊，比较那个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另外，这个一人岛的电动床，除了对行动不便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需要的设计以外，对着一般人看册，或者是有风静脉曲张，都是袂歹的选择。不方便的老人家啦。一些喜欢我们女孩子，动脉曲张的，
大部分脚会翘都可以 OK 的。嘿，所以说电动床还有按摩的功能。我们现在有特价，现在是17万多，现在特价98000多，只有几台而已。除了各种机能的名称以外，更有精品手工的碰椅，欧式的设计，佮兼顾多功能的实用性，非常符合现代人对着家具多元化的需求。电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湾式手臂运用伫心脏的手术不断有新的突破。现在甚至会当用伫先天性的心房甲心室中隔缺损心脏病，嘛因为空喙细未大量老化，大大降低手术的风险，加上复原速度真紧，大部分伫4天内拢会当出院。这位25岁的牛小姐本身就有先天性心室中隔缺损的心脏病，考虑到采取一般手术可能会影响外观、复原速度也无遐尼紧等等因素。所以，基于病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郑博志选择替伊进行达文西手臂的心脏手术。手术后的空喙只有0.7公分，而且伫4天内就会当出院，复原的速度非常的紧。达文西的手这个伤口呢，大概在我们的研发之下，直径大概就是1公分，直径1公分啊。我们每一位的病患呢，大概都是这样，直径1公分。当然有些比较大，是因为大的伤口是因为要换瓣膜啊。我们把一个人工瓣膜换进去的话，那大概直径就要3公分，因为人工瓣膜是3公分。要是只是做瓣膜修补的话，我们大概只要1公分的伤口，这大概是过去所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东西。那当然各位知道伤口好到底有什么好处？那在心脏手术好处很多啊，在伤口小之后，第一个它比较不会流血不止啊，它比较不会。那第二个，因为它没有什么流血，所以它也不需要输血。没有流血，没有输血，伤口又很小，组织的伤害又很小，那这样子，那手术后的恢复就非常的快。手术的结果，互病患牛小姐相当满意。原本一运动就真容易喘，心脏佫会痛。经过手术，一切拢有真明显的改善。手术后的状况呢，就是我都有陆续的快走，大概手术后2周之后，我就快走6公里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还没手术之前，我就是自己会跑过半马，我曾经跑过半马。那我发现手术后之后呢，我运动的那个规律性，就是我可以感觉到，就是我心脏的强度会比以前更好，所以我在快走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顺利。这样。不过，该手术也是有一寡条件限制，亲像心脏功能非常无好，或者是肝甲肾的功能中度衰退等等的病人，可能就比较无建议使用。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一名45岁张先生阿妈棍的肿瘤已经存在10冬，最近1个月突然变大，张先生烦恼是恶性肿瘤，所以就赶紧到病院做诊断。在经过检查以后，发现疑似是唾液腺肿瘤，需要透过手术切除。对此，医师提醒，唔通因为肿瘤长期无变化就疏忽来延误就医。阿妈棍肿瘤第发生原因有3种，包括先天造成发炎甲肿瘤，当中淋巴癌也就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可能会无任何的症头，必须透过片片后的检查才当找出原因。而亲像唾液腺肿瘤就是其中一种。唾液腺肿瘤比较常见，其实年轻人跟中年人都有可能发现。那最常见的症状其实仍然是以颈部肿块为主。那所以如果今天发现颈部肿块是比较硬的，或者是呢长得比较快，或者是呢它粘在你的那个脖子上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或者是伴随着会痛，或者是你的脸面表情呢是有歪掉的，这时候其实要小心了，它其实可能不只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可能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危险因子的话，其实包括像是病毒感染、抽烟，然后或者是放射线的暴露，都有可能会导致病人产生唾液腺的肿瘤。造成唾液腺肿瘤的各风险因素包括有食薰、基因、放射线甲病毒感染。虽然大部分拢是良性的，
不过伊原有可能变成恶性肿瘤，所以医师提醒，千万唔通因为肿瘤长期无变化的疏忽来延误就医。听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节分第一站准雨，温度16度到22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雨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2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